云林北港有一个纸塑的工艺师叫做蔡宁勇，出名到马来西亚去。马来西亚有一间城隍庙，特别请伊做4尊7米悬的神像。伊讲希望透过这个特别的工艺，让世界看到台湾。 工艺师蔡宁勇当咧赶订单，北港镇的纸塑工艺师蔡宁勇，毋但摕到云林县府的肯定，登记做传统工艺保存者，国内外庙师拢真介意。即届就有一间马来西亚的城隍庙，找伊来制作4仙悬7尺的神像。新加坡第一个王传记，整套的就是包括神像啦、水手，包括船，都是我帮他做的。蔡宁勇表示，无同地区的神像拢有无同的文化特色，伫咧制作的时嘛要特别注意服装。 表情甚至是配色，才会当符合各地经庙需求。台湾七爷帽子这个帽子是往后的，安溪城隍庙的七爷的帽子是往前弯的。伊讲中国上早的立体神像就是纸塑，纸塑的神像嘛比茶做的更较袂互糖食，拄好适合马来西亚的环境。竹子纸这个白蚁不会去吃。蔡宁勇表示，目前的进度已经要完成，差不多5月就会使交货，希望会使互这项特别的工艺，互世界看到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